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 啊，繼續出發同大家去參觀大圍站上蓋柏傲莊，呢個係3房套廁，仲有我身後望到河景嘅大單位嚟嘅。另外呢，望到我身後呢個呢，就係重新再起過嘅3期，嚟緊應該有其他新消息嘅。如果有需要新消息，記得聯絡我 Joyce 啊。事不宜遲，睇咗呢個河景3房套廁單位先。而家參觀呢個單位呢，實用面積679尺，3房套廁間隔。咁入咗玄關位之後呢，首先可以睇咗個廚房先，全屋都係 keep 住交樓標準嘅。廚房同樣啦，方方正正，足夠台面，儲物空間。咁繼續睇埋個內籠啦。客飯廳長形開積啦，左右兩邊。咁行出去露台呢，呢個單位望到河景㗎。咁另外山景河景都非常之遼闊啦。左手邊就係嚟緊柏傲莊3期啦。咁我哋睇埋個間隔先。第一個睡房，其實空間都好合理，可以放到睡床啦，加衣櫃嘅。咁呢間房間呢，其實會望到嚟緊3期呢2座啦。咁同埋都同樣有山景河景都望到嘅。再望真啲個 size， 全部都四四方方。第一個浴室，呢個浴室呢就係淋浴間啦，同樣啦都係發展商送嘅多用途櫃，上邊一行拉架可以晾衫啦，中間呢燙衫板，咁呢個位置呢就係洗衣機啦，同埋全部都係趟門設計啊，所以啲位置可以用得好盡。到中間房間啦，同第一間睡房 size 差唔多。咁然後去埋個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呢，呢邊就係浴缸嚟嘅，有個特色。呢個單位兩邊浴室都係明廁有窗嘅。咁睡房呢，右手邊一個凹位預咗啦，可以做一個到頂嘅衣櫃位啦。咁然後望出去放睡床嘅空間呢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效果。工作平台同樣做咗主人睡房呢個位置啦。望出去嘅係山景河景，仲望埋。大家睇咗呢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任何1手、2手心水推介，或者後邊3期嚟緊開賣嘅資料呢，記得聯絡我 Joyce 喎，俾翻資訊大家比較參考翻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呢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揾緊樓嘅朋友仔比較參考翻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